的苗栗西湖是一代铁血作家吴浊流的文学故乡，第一篇著作《水月》就是在这里发表。走进吴浊流艺文馆，自然放慢脚步，细心体会这位铁血作家一生的故事。这里有很多吴浊流先生的手稿著作，印印 comment， 希望大家有空多来走走看看。生长于日据时代，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返乡担任教职。个性好强直言的吴浊流，因为批评教育制度，被贬调到当时连一条路都没有的苗栗西湖。他搭火车来到铜锣，接下来的路只剩下运送甘蔗的台车，人跟行李就在那个落魄的那个台车上，人家推着过来的，可见他当时来的心情是多么的落寞。不改犀利个性和日籍教员的一场冲突，让他愤而离职，带着种族认同的困惑前往南京。吴浊流在台湾、日本和中国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，却依然迷失在乱世的迷雾中。于是，在二战末期写下了《亚细亚的孤儿》。那个时候他写这个东西，如果被发现的话，可能是很严重的事情，所以他把这些手稿呢都藏在床底下。晚年写下的《无花果》和《台湾连翘》，就像他一生的回忆录，也道尽强权时代的无奈。他书里面写的这个，后来被发现，就变成了禁书。吴浊流77年的人生，就像书中所提的无花果，感叹生不逢时，却始终不放弃希望。上课喽！日日課唔停，日日課唔停，日日課唔停。